今日4月1號愚人節係哥哥張國榮逝世22週年。每年嘅呢一日都係我哋香港人哀悼哥哥嘅日子。哥哥嘅歌藝令佢紅遍香港、亞洲，可以話係名利雙收、名成利就。哥哥嘅成就，小弟今日就唔多講。今日主要想分享，無論男人、女人、普通人定係名人，我哋都會有軟弱嘅時候，都需要人哋關心。有時可能只係我哋一句關心嘅說話，一個關心嘅擁抱，就可以令對方打消負面嘅念頭。而男士因為自尊心、傳統社會風氣等因素，更加傾向收埋自己，呢個就令人難以發現問題。所以我哋要更加主動去關心身邊嘅男士。同時，作為男士嘅我哋，間中都可以揾班 friend 吹下水，唔好屈住啊！你喺哥哥身上又學到啲咩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，關注我學兵法，包人包數。